今次咧就沙田私家山跑道啊，再一次恭喜季福特季神啊！上次季福特啊就頭威頭勢，天拔頭籌，咁我哋本台都有提供，咁啊就中到應啊嗰條 Q 同維持 Q 同埋獨贏。第二場咧就9號天下寵兒呢隻馬雖然就可能會熱少少，因為最近2次入 Q， 但係呢隻馬咧就始終都保持得好啊，同埋隻馬始終都係鬥志如虹啊，始終未交代。季尾啊特加，季尾連續2次入 Q 啊！呢隻馬因為咧就最近2次入 Q 啊，輸俾朗日志強同埋星神千歲啊！咁啊今次咧都係最後一劑嘅，即係今季跑埋收落喎。咁呢次如果馬主周嘉怡真係想即係好恨呢個拉頭馬，咁啊應該就趕切嘅，因為今次又冇咗朗日志強，又冇咗星神千歲，咁同埋喺呢個728場次，即係朗日志強跑第一嗰場咧，咁朗日志強你知幾惡噶啦，即係嗰場跑第4嗰隻3代智勝啊，嗰隻馬都贏咗啦，最近都贏埋，所以咧即係唔好包眼鏡，唔好包眼鏡啦，呢次就應該就贏馬交代，開齋。唯一咧就係2號紅前道，因為呢隻馬就話晒都贏過一場，同埋入過1次 Q 啊，第2啊，同埋2個第3。今季成績相當之好。咁贏馬嗰場咧就配潘頓嘅，咁今次配霍恒星。咁上次配潘頓贏馬嗰場咧就係跑呢個 B 跑道，法國 B 跑道都係跑4班。咁嗰次就126磅贏馬，今次比贏馬嗰時多咗5磅。咁天下寵兒嘅最大勁敵就紅前道。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咧，就天下寵兒原本就係擺喺呂健威馬房，變咗咧紅前道即係有機會咧就係刺激呢個半將紅前道啊。咁喺呢個同情上名率咁係有根據嘅60.6%啊。咁同情特佳，咁反而天下寵兒咧，佢嗰個同情上名率咧就42.8%。另一隻咧就係久休復速啊，嗰隻有聲有色啊，就蘇偉賢配合鍾易禮。咁呢隻馬咧就好翻晒啦隻馬。咁呢隻馬咧就係傷過嚟嘅，之前傷過頭部同埋後肢啊，傷過即係頭同埋腳啊。但係呢隻馬有咩睇頭咧？就係跑大爛地特加，即係如果落雨落到肥嚟咧，就呢隻馬分鐘有權，可能有機會爆冷入位，甚至贏馬都唔出奇。咁呢場咧就單 T 就2號、5號同9號。咁至於獨贏位置就始終都要翻天下寵兒啦。因為天下寵兒呢隻馬實搏俾你睇啊！咁又唔使太過擔心嗰隻紅前道，因為紅前道咧之前呢隻馬其實就都係同天下寵兒一樣嘅，都係非常之難贏啊嘛。所以咧嗰次出動到潘頓係騎練大家係密針啊！係搞咗好耐，即係騎練呂健威同潘頓咧就2個傾咗好耐，練馬師即係精心嘅部署，咁加埋騎師潘頓嘅努力，先至好艱難先贏咗一場，同天下寵兒一擔擔。咁始終咧天下寵兒就擺喺前面走啊，佢前速夠快，跑法主動，前道後上嘅，始終如果望唔到空咧，就或者係喺走太大外搭咧，就要蝕追啊。上次天下寵兒咧就跑咗一轉，臨尾咧就俾星神千歲個中添追趕過。咁呢個情況就可一不可再。天下寵兒嘅前速係話咁多馬可以及時追得過上嚟，即係始終都要交代。呢隻天下寵兒咧就狀態冇回落，咁打鐵趁熱。至於 Q 同 QP 連贏及位置 Q 搏好分頭啲，因為隻9號嗰隻天下寵兒相當之熱嘅。咁搭隻5號有聲有色就有肉食。至於2號紅前道咧就係正頭正路嘅，咁三甲分子紅前道。咁我話晒咧就呢隻馬今季都入過三次位置嘅，咁唔排除佢今次都再度跑入3甲，所以咧就單 T 預埋紅前道。因為呢隻馬勝在夠準。講第6場4班1200米呢一場咧就適贏啊嘛，得兩隻嘅啫。呢一場咧就係得2隻馬係有路程根據嘅，即係同程上名率有根據，同埋而且係識得贏嘅，曾經贏過喺個路程嘅，即係法國1200 4班1200米12隻馬係得2隻嘅，添開心同埋一次先嚟。咁呢2隻咧就比較惡嘅，咁唔單止惡咁簡單，咁
咁呢兩隻馬即係有本錢啊，勝出第6場賽事。咁第6場咧就係3T 次關同埋第3號孖 T 嘅頭關。咁2號同埋5號有咩睇頭咧？咁2號添開心咧，呢隻馬咧就啱啱沙田贏過嚟嘅，艾少禮贏馬喺沙田贏馬，呢個喺谷做1200米嘅跑同程啊嘅上名率咧就41.1%。咁5號咧，5號日馳千里咧，呢隻馬就未交代嘅，咁添開心就交代咗啦，今季贏咗。咁但係日馳千里話晒係3班馬嚟嘅。咁同埋佢係3班贏過，4班都好惡下嘅。咁呢個路程啊嘅同程上名率就46.6%，係全場最高啊，46.6%，差唔多一半啊。咁就5號日馳千里呢隻馬咧就鬥志如虹，因為呢隻馬咧就今季咧就喺快谷跑1200咧就係有兩次出擊嘅。都係跑 Q， 即係今季最叻就跑過2次 Q， 嗰2次入 Q 其實都係去馬嘅，所以2號同5號咧係第6場呢場嘅真正主角，即係唔好睇少呢兩隻馬。5號咧我就稱高少少嘅，因為落雨啊，有機會落雨啊，日馳千里就不嬲就即係如果跑啲濕嘅地咧就幾好嘅，成績唔錯嘅，冇過往賽績啊。2號同5號咧，5號高少少嘅。因為佢係4 win 2 Q 1 P， 咁但係呢個2號添開心嘅就係3 win 嘅，少1 win， 咁但係佢都係入過2次 Q pace 啊，就2個 pace 上場位置啊，3冠2位，就即係呢兩隻馬表現係最好嘅。咁小魔怪咧就交代咗嘅今季，同埋小魔怪就沙田識贏，弊在呢隻馬咧就30部隊嚟嘅。呢一場啊，第6場有成5隻，有數落都有5隻係30部隊嚟嘅。咁小魔怪就係其中之一。咁嗰5隻馬咧，我就唔提供噶啦，因為佢暫時嚟講就未曾上名嘅，即係呢個冇路程根據嘅，所以我就唔推介呢5隻馬。咁12隻馬嚟講咧，就其實得7隻馬跑嘅啫。咁嗰5隻馬就可以飛得。咁咧就另外6號啊，時時開心有達榮嗰隻時時開心咧就金城鋼騎呢隻馬就啱啱就發局就1200跑第3。咁呢隻時時開心就應該就好多人品提呢隻馬。呢隻馬咧就上名咧就100%。咁由沙田轉去快活谷就已經上名28倍跑第3。不過問題呢隻馬咧就驚落雨啊，驚佢唔掂。咁由達榮嗰啲馬咧就逢係跑入第3咧，即係證明嗰隻馬大幅進步啊！即係隻馬已經試準咗㗎啦，準備走水啊！咁6號時時開心咧，呢隻馬都係選擇之一嚟嘅，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。唯一擔心就係驚跑變化地可能即係未受考驗啊，跑變化地，所以咧就6號時時開心咧就次選，即係如果係首選就係2號同埋5號就係首選啦。呢3隻馬咧就提供嘅。咁有呢3隻咪提供咗呢3隻，咁就飛走咗5隻，埋8隻裏邊咧就剩翻4隻馬。咁嗰4隻馬有4隻馬都係初跑谷草。先講雷神嗰隻精彩勇將啦，呢隻精彩勇將咧就同副馬就係千帆區啊。咁千帆區啊跑沙田好嘅，咁佢試過咧就真係喺沙田跑1000都跑過第4，接近第4，咁啊唔差嘅。咁佢係即係如果排外檔啊，喺沙田排外檔跑1000咧，就跑到接近嘅，都算係隻馬有進步。即係第2次出賽咧，隻馬就已經係有進步啊，就唔係話差得咁緊要。咁但係咧就佢隻馬冇咩進步之後，即係跑咗接近第4之後咧，就一路都係雙位數名次。佢應該係跑翻沙田1000。如果隻馬沙田跑1000咧，過嚟快活谷跑1000嘢，驚佢冇呢個長力嘅，即係唔夠氣量啊隻馬。同埋隻馬嘅進度咧就爭啲，隻馬暫時未得啊。主帥又冇親租呢隻馬，同埋已經馬房咧就已經係篤定，即係已經係攞咗冠軍嘅啦。所以隻精彩勇將咧等下季，同埋可能都要落班先得。就驚隻馬有前冇後啊，因為你隻馬如果係跑1000咧就。跑1000有表現，即係沙田1000，但係你跑快谷1000就即係始終都係延命場啊！佢跑1000嘅話咧，就驚佢唔到啊，有前冇後啊！
同埋呢隻馬衰咩就係出閘就唔夠快嘅呢隻馬，精彩用將，所以咧9號呢隻馬咧配即係方嘉柏配主帥雷神都係咁話，咁呢隻馬精彩用將可以飛得得。咁啊，另外有沈澤成嘅配合布文嗰隻惺惺相惜咧，就暫時嚟講就隻馬嘅表現係好過精彩用將，大家都係跑沙田1000有叫做有表現啦。咁但係沙田1000嚟講咧，就呢隻惺惺相惜都話晒入 Q， 咁啊嗰隻精彩用將咧只係跑過第4嘅啫。咁呢隻馬係有質素嘅，布文騎啊，即係沈澤成嘅惺惺相惜。咁呢隻都係銀行馬嚟嘅。咁啊試閘跑第1，試閘跑第1嗰次係入 Q 啊，佢贏嗰兩隻馬就係大成上跑第2，熱氣球跑第3。咁啊嗰場就唔係好高水準嘅賽事嘅啫。試閘嚟講係只係話俾你聽隻馬有狀態，但係就同隻馬嘅實力就唔係好大關係，因為嗰啲馬嘅質素都係唔係好高。隻惺惺相惜咧都係等夏季㗎啦，呢隻馬你跑1200咧都係跑谷得過嚟，都係嚟試嘅啫，摸索階段。咁啊仲有一個變數就係星期三如果落下雨添，就驚隻馬又未必適應到，即係由沙田出嚟快澳高就跑夜馬，之前跑日馬嘅，日馬邊好啲嘅。咁上次沙田跑黃昏賽咧都唔係好得，咁今次咧都係相信隻馬唔會進步好大嘅進步啊。7號惺惺相惜啊，呢隻都可以飛得甩得，即係你配合布文都係咁話。君子呢隻馬就唔簡單啊，因為都係話晒識贏嘅，即係喺田草啊。咁啊，如果由沙田轉過嚟快哥嚟講咧，就3號君子係比較最好嗰隻嚟嘅，即係如果係四隻馬之中，即係4隻馬初跑谷草，咁呢隻馬算係最標青嘅啫，因為佢話贏老鼠班6、7、8場次啊，贏老鼠班跑第3就3號，咁啊都算係即係有水準嘅。但係星期三都係有機會係馬步速落雨啊，唔識跑。咁3號君子咧就有權爆冷嘅呢隻馬，你沙田識贏，轉過嚟跑高咧，咁啊都係跑高少少。咁啊3號咧就你唔排除呢隻馬又爆冷入位啊，甚至贏埋都唔出奇。咁啊1號穿甲戰鷹啊，咁呢隻馬冇根冇據嘅呢隻馬，同埋呢隻馬就同情即係30部隊嚟嘅，即係佢唔單止係初跑谷草，仲係30部隊。但係呢隻馬咧就有咩睇頭咧？就係美國馬嚟嘅。美國馬咧就好多都識跑變化地，即係如果落雨嗰啲都 OK 嘅。咁所以咧呢隻馬即係都有啲半冷門搭半冷門嘅機會啊，所以唔排除即係唔可以抹殺呢個機會啊！呢隻馬嘅機會。咁呢隻馬就臨場睇下馬房有冇動靜啦。即係如果你頭嗰幾場你去到第6場啊，即係如果前邊馬房見到有贏馬嘅，有出擊嘅，咁啊穿甲戰鷹可以睇高一線。因為呢隻馬就泥地叻嘅，泥地就入過3次 Q 嘅今季咁巴閉。有咩睇頭咧？就係跑變化地，同埋佢呢隻馬係降班馬嚟。咁啊，同埋都話晒由沙田轉過嚟呢個谷草啊，點都有啲份量。不過問題係呢隻馬個適應能力可唔可以跑快活谷咧？就始終都要跑過先知。咁啊1號就唔飛得嘅。咁啊因為咧就預判星期三會落雨先啦。咁當星期三落雨咧，就呢一場啊，就因為嗰隻5號咧就未交代日遲千里。咁啊5號日遲千里咧就始終證明過喺快活谷跑1000係有斤兩嘅，唔係3班都贏過。所以咧首選咧獨贏位置咧就係5號日遲千里。咁啊至於 Q 同 QP 連人位置 Q 就要話伍鵬，至於隻希威心天開心啦。咁嗰隻咧話晒沙田啱啱跑黃昏賽都贏，啱啱贏新勝有用。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再執多劑啦。咁就2號天開心、希威心騎伍鵬子，睇下可唔可以挑戰姚本輝嗰隻日遲千里啦。第7場啊，3班1650米棒糖呢隻馬咧就之前喺4班就贏1200嘅，但係咧就一上到去3班咧就
跑谷草千二隻馬就留後跑，佢嘅跑法就唔同咗。3班競速咧，隻馬跑咁短嘅話咧，揮唔到隻馬嘅後勁啊！今次咧拍板檔如果要征服3班，跑1650啊，跑1650米，始終都係馬房不二之選。如果跑1200咧，隻馬就揮唔到隻馬後勁，咁同埋隻馬個前速啊，同埋出閘嗰下咧都幾緊要嘅。今次呢匹馬就係馬房殺星震天嘅馬嚟嘅。第7場咧就好多馬都係低潮啊，係比較下風啲嘅馬。咁呢場 WinPay 到人為止就係眼棒糖。咁呢場 Q 同 QPay 連米之 Q 就要4號奧斯同群啊。咁4號奧斯同群呢隻馬有咩睇頭咧？呢隻馬就有大幅進步啊！咁呢隻馬上次喺奧爾文瓜呢度55倍啊，跑嗰個第5啊，5號就流過鼻血嘅吳彭志嗰隻，所以嗰隻就唔揀啦。8號勁好運咧，本來隻馬唔錯嘅，但係隻馬始終都係跑1800會好啲。咁而家又跑翻1650咧，就驚佢跑開長途啊，邊場莫求啊！變咗呢場馬就冇咩馬揀得落手嘅，係都係10號棒棒糖同埋4號奧斯同群。咁睇下可唔可以 Q 翻嚟啦。好啦，多啦，希望大家留意，拜拜，再見。